對於正在尋找更大空間、更優質生活環境嘅換樓客，呢個位於將軍澳市中心 Capit 嘅單位絕對值得你細心考慮。實用面積達829平方尺，設有3房3浴室，私隱度極高，適合3口之家啦，或有長者同住嘅家庭喎，空間分配靈活，生活更自在。屋苑環境清幽，綠化充足，讓你喺繁忙嘅都市中都能享受寧靜嘅生活。景觀開揚啦，採光充足，為家居注入自然氣息。交通方面，步行幾分鐘可到將軍澳站或者係橋野嶺站，連接各港島啦同九龍各區啦，通勤無憂。鄰近將軍澳站各大商場啦，購物、娛樂、餐飲一應俱全，生活配套完善。而3房套嘅間隔設計呢，性價比極高，對於希望升級生活空間嘅換樓客而言呢，係一個難得入市嘅機會。無論你係希望為家人提供更舒適嘅居住環境啦，仲係計劃長遠嘅投資啦，呢個單位都能滿足你嘅需要嘅喎。歡迎預約參觀，親身感受 Capit 嘅優雅同便利啦〜